好多時客人睇樓都會俾佢嘅外貌吸引咗，好似裝修啊、間隔啊、景觀咁樣，可能係佢之前啱啱睇咗啲質素比較甩皮甩骨嘅樓盤，相比之下好自然覺得呢個就係我杯茶啦。不過好多人都忽略咗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先睇下佢哋嘅大廈文件，尤其係二手嘅 condo 同埋 townhouse。有時唔好以為出名嘅發展商就一定冇問題。如果大家想買得安心又放心，咁今日呢條片咧，大家一定要睇埋落去啦，因為我會教大家睇清楚5份最重要嘅大廈文件，同埋幾百頁嘅文件裏邊到底有啲乜嘢係關你事。Hello， 大家好，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事不宜遲啦，第一份文件就係 Form B， 呢一份係由物業管理公司代表 Strata Corporation 發出嘅物業證明文件，裏邊會包括管理費、業主有冇欠費啦、大廈嘅儲備基金，即係俗稱我哋嘅 CRF 有幾多、車位、locker 編號等等。如果呢個單位係曾經有裝修過嘅話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有關嘅文件嘅。所以喺呢份文件裏邊嘅資料咧，我哋一定要認真去核實一下。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揾翻 listing agent 問清楚。舉個例，如果經紀同你講業主已經更換咗全屋嘅地板，但係你又揾唔到相關嘅文件，咁就有可能業主當時係未有批准嘅情況下，私自對單位作出更改。除咗有機會唔符合標準之外咧，可能會叫你重新俾錢再申請個 permit， 嚴重嘅話甚至乎要還原翻俾佢。所以呢啲文件絕對唔可以忽視。另外就係有關大廈有冇一啲進行緊嘅法律訴訟，例如好似業主委員會告緊發展商有關施工嘅問題。通常呢啲情況涉及嘅金額同埋律師費咧都會比較高嘅，所以買家就要額外小心啦。有好多 case 都未必會喺短期就可以解決到。如果最終業主委員會敗訴，又或者賠償金額不足嘅情況下，業主除咗需要俾律師費之外咧，亦都需要承擔額外維修嘅風險。第二份就係 AGM 同埋會議記錄啦。喺會議記錄入邊，其實你可以睇到好多關於大廈嘅真實情況，例如住戶嘅質素、管理效率、電梯壞咗幾多次、你隔離嘅單位有冇漏水、邊度要維修，甚至乎管理處處理嘅問題速度快唔快。透過呢一份報告，你仲可以了解有冇啲問題係長期而又重複咁樣出現嘅呢？一般嚟講，買家都會要求睇翻過去2年嘅會議記錄嘅。如果入邊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但係2年嘅會議記錄都揾唔到原因嘅話咧，我哋就可以要求賣方經紀提供更加早期嘅記錄俾我哋去查翻個原因嘅。第三份就係 Financial Report， 我哋可以睇到佢每一年嘅詳細支出同埋收入，睇下佢哋會唔會支出多過收入。當然仲要睇下佢哋嘅儲備基金狀況健唔健康啦。如果個大廈佢每年都係入不敷支，又或者佢嚟緊會有啲大維修嘅話咧，你可以估計當你買咗個單位之後，可能喺好短時間裏邊就需要加管理費，又或者要夾錢去應付一啲比較大嘅維修啦。第4份就係大廈嘅保單啦。我哋喺呢度咧主要係睇 water damage 嗰一部分嘅。一般 high rise 嘅 water damage deductible 大約就係5到10萬蚊左右。如果超過呢個數嘅話咧，就代表呢個大廈可能之前有索償嘅記錄啦。而 deductible 即係我哋俗稱墊底費嘅金額，可以咁樣理解嘅。如果成棟大廈嘅 water damage deductible 係10萬蚊，即係代表如果因為你個單位而產生漏水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咁頭嗰10萬蚊咧就需要業主負責嘅，而大廈嘅保險係唔包嘅，所以會引申到業主買自己嘅 home insurance 即係家居保險嘅時候咧，就需要去 cover呢10萬蚊嘅 deductible 啦。換言之，大廈嘅保單如果 water damage deductible 嘅銀碼越高嘅話咧，相對你嘅家居保險嘅保費咧就會越貴啦。最後一份就係 depreciation report 啦。呢一份報告係由專業嘅人士對大廈內內外外做出一個全面嘅評估。喺呢份報告裏邊，佢會列明幾時需要保養或者更換。因為例如屋頂啊、外牆嘅防水層又或者電梯咁，其實佢全部都有一個叫更換週期嘅。喺呢份報告裏邊，你就可以睇到佢哋需要更換嘅時間表，同埋到時所需要用嘅金額。咁你就可以去評估下，你買咗呢個單位之後，幾時需要負責去夾錢整呢一啲嘢。另外，由1999年開始咧，政府要求所有發展商都要為新樓咧購買250嘅樓宇保險嘅，確保出現問題嘅時候咧，業主會有個保障。2年嘅保養包括水電、冷暖氣、門窗、牆身地板，又或者當時施工上面嘅瑕疵。5年嘅保養，外牆、屋頂、防水層、窗框滲水。10年嘅保養，大廈嘅結構性問題，例如地基、承重嘅牆，又或者會影響結構嘅部分。客人買新樓嘅時候咧，會收到一份叫做 Home Owners Manual， 而裏邊有一份叫做 Home Warranty Certificate， 就係新屋保養書，裏邊都會講清楚保養嘅範圍嘅。所以買家可以透過保養期裏邊嘅報告，了解大廈早期出現過啲乜嘢問題，同埋可以睇到發展商同埋物業管理公司處理嘅手法同埋效率。
買樓唔好淨係睇外表，唔想成交咗先後悔。大家就記住落 offer 或者解除條件之前，一定要睇清楚呢啲大廈嘅文件啦。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條片嘅內容，可以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